我想要把 talus 以下往上，那我可以去抓刚刚提到的这个，那个叫什么 tail， 那个 tail 在这里，就在 L20下面这里，哦，所以我medial， 所以我要从后面，然后后面的手指头可以抓那个 peroneal tuberosity， 所以我前面就不要压那么高，滑下来一点，然后我让下面的手往上做 medial glide， 哦，往这个方向做 medial glide。来下一张。